Oh, dito ya, TikTok ya. Ikan. Itu apa sayang? Itu apa sayang? Ikan lumba-lumba. 这个全部印尼的。可是我们不同那个，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出去什么啊，跳舞啊，我们就有这个。印象两，就是我们就是印尼很大嘛，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姐妹就是从不同的岛，我们就是来到这里可以连起来，所以变成什么？印象连，对，好不好听？这是一个，这是很大。foto dong. Ini fotonya dulu, ini fotonya. Foto. 他的护照有带吗？没有呢。你就要带这张啊？对。那你要带你儿子的，他去结婚嘛？但是他护照没有带，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办。就是一些民众啊来办事啊，唔知用本写解释给他，用哪个东西呢？按号码。你是哪一国的？日籍，然后恢复台湾籍，是我女儿。你女儿什么人都服务啊，台湾人啊，什么国籍的人都服务这样子，没有说特别印尼。你在这边服务多久哈？看一下可以。103年呢，到现在。Apa kabar? Nama saya Kwan Melian. Saya biasa dipanggil Amy. Saya dari Indonesia. Saya tinggal di Taiwan kira-kira sudah 20 tahun lebih. Saya punya anak satu laki-laki, satu anak perempuan. Keluarga kami ada 4 orang. Terima kasih. 出来了。对。没有了，没灯了。那你身上穿的衣服写的通译？对，是通译，对，就是主要是那个通译印尼语的，因为我们这边的牌子是印尼语通译这样子。但是通译的话，没有通译，我们什么都要做这样。有一些他们问那个办居留证啊、流程啊怎样，我们要解释给他。这边也有其他那个语言的通译？有，泰国的、越南的3个语言，主要这个3个语言是在台湾应该这新住民比较多的人口。这个是那个规划的流程啊，办身份证啊，这是有泰文的，对，就是你要办身份证，那你一定要规划放进国籍啊，就是放进你泰国的国籍，对。参加什么那个讲习？没有啊，在那个，在你看你要找工作啊，你可以捞到这里啊，新住民的什么联合服务中心，这个是移民署的电话。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20年前，大家就会什么称呼我们是外籍新娘，对不对？第一次，然后后来呢，外配，对，我觉得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感受了哈，但是有一些人是说那是歧视的语气，对不对？有一点偏见的啦。后来现在变什么新住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台湾政府有做事，这样子才会有改进这些东西啊。像我ngày theo bay過來啊，都冇講你愛讀書哦，切1點鐘樣添嘛。爭咗得拿身份證哈，ngày是冇去上課啊。theo bay唔是講上課做咗得拿身份證嘛。唔過我就是想我在台湾生活不会中文，我怎么办来教我小孩？我怎么来打理我的家庭？这样子是我自愿去上的啦。那时候我就是挺着肚子啊，然后带着小孩一起去上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啦。等一下也是要量体温，我们就是会轮班这样子。那你通常1个礼拜在这边会是几天？1天而已。对，礼拜1。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协助其他的行动列车这样
出去的，出去关心新住民安阳民，一起的哈。谢谢。你女儿说要吃那个炸鸡，蘸那个辣椒。好啊。哦，看顺便买一点水果来哈。你不要去啊，碧波去就好了。拜拜。拜拜。好。ngày nên xin nga lo cũng nghe chứ thầu bài ngày xưa来台湾上班啊。有朋友介紹啦，熟食兩沙係有熟食，所交往了後就感覺，有好感啊。哪個好感？他看起來有時候看乖乖的啦，就這樣。可是他那時候很黑，那我忘記講到那裡，他來的時候比較黑。他每次都說我很黑，我跟他說，你不知道嗎？那個無骨雞，無骨雞哈，在市場哈，都比一般的白雞還貴。那時候他來的時候很黑啦，我們就這樣認識啊，感覺他又蠻乖巧的，就這樣認識2、3個月，他說要回去印尼，就直接就聯絡啊，跟我老爸講起來就這樣。我老爸也不反對，這樣就這樣結婚了。我真的做夢都沒有做到。切了蘸醬應該夠吧？蘸醬還有。香茅，我煮那个牛肉，大颗一点的，我要大一点的。啊，这个。老公是厨师，是你做，在家是你做菜还是？我做菜吧，我做菜。都是你做菜。对啊。那你在台湾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什么菜是跟印尼不太一样？有啊，很多啊，比如那个什么小白笋啊，对啊，我们那边没有。对啊，我觉得台湾很好啊，很多蔬菜可以吃，高丽菜超好吃的。对。那老公为什么在家都不做菜？没有人要吃，没有人要吃他做的菜。180哈。懒得做啊。懒得做。是因为工作很累。累了，我就很懒。来，谢谢。好，我也工作很累啊。哦，我还是要做菜啊。好。受不了，爱睡觉啊。那时候做累了，就爱这样说。对啊，每次那时候做时间比较长了，比较长了。去哪里玩啊？可不可以放假放2天啊？带小孩子出去啊？你就自己出去啊。然后每次都我带小孩子出去这样子。那时候休息1天，哪有时候时间？又生意又好，他那边生意又好，那没有时间去哦。有时候睡觉都不够了，那时间都太长了，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了，做十几个小时。买鸡肉。有啊。有那个吗？棒棒腿吗？棒棒腿有啊，这边呢。那怎么卖啊？135。算斤的哈。对，算斤的。还有这个。翅膀。对，翅膀。小翅膀。翅膀这里不是还有？哦。他们喜欢吃啊。小鸡翅它是大鸡翅。小的。大几只？这怎么卖？100。有时候问你什么啊？你说啊，我哪知道？
没有，他有时候问他有问题，有时候听得糊里糊涂，我也不太清楚了。像那个以前那个就刚我去上班那移民署的、我就是说，我想到以前，哎，你们那么好，还有我协助你。以前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协助我，真的啊，我自己摸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哎。我老公也没有说陪我，特定陪我去啊，你自己去啊，你自己去啊，每天他也没有管我的。那时候我上班的时候，他没有，他不曾管过我的居留证过期了吗？还是怎么样？你要办身份证吗？你要怎么样吗？自己去办。没有吗？他这完全没有。除非是我有休息才有呀，因为我有时候很累了啊。你自己去吧，坐车。你跟他讲，我觉得我也不想跟你讲，跟你讲。你也不会关心我，所以我就自己去，对，自己去。所以我有时候在那边上班，我在想，哎，你们很幸福哎，还有老公陪着啊，没有老公陪着，还有我陪着。他自己就会唠叨了，是吧？没空啊，我睡觉都不够了，很累。从叫他自己去办那什么证件的。那这样美嘞？你做菜是在印尼就会了吗？还是来？会啊，印尼都会啦。从小都在家帮忙做了。对啊，因为我们家很多兄弟姐妹啊，我是大姐嘛，我妹妹负责打扫，我都负责煮3餐啊。我这比较难煮，我想先煮。这个里面有13种香料。那美有吃过老公做的菜吗？有啊，常常吃啊。他懒得煮就变我煮。懒得煮就叫他煮啊。老公煮的都台式，比较放酱油放很多，我吃不习惯，不太爱吃酱油。那小孩呢？也是跟我一样，因为我们喜欢吃香料。那像你刚来台湾的时候是跟公公住吗？对啊，我跟我嫂嫂学煮菜的，都是一般家常菜呀、我女儿很喜欢我那个大嫂煮的菜，她每次都说我煮的菜跟她很像，味道跟阿妹是那个，佢講嘅白妹煮嘅菜嘅味道香種，當愛食嘅白妹煮嘅菜，樣嘅佢講我煮嘅菜啊，用嘅白妹香種，很有味道。以前在工厂上班啊，都那个老板都客家人啊，在那边都是讲客家话，然后老板会说你要讲客家话，我说啊，就是这样子聊天跟他讲就会了。还有我公公啊，我家关係講佢嘅做新婦嘛，新做嘅新做先嘅，佢講唔過佢會講係講新鮮嘅，因為我冇乜會講㗎咩啊，新做嘅係路，佢都佢係講買新鮮嘅，講係講叫嘅我姑嚟嘅話，佢就講我二姑嚟嘅話，咩講係講新鮮嘅啊，朋友啊，托人啲我知道好多人講新鮮嘅啦，佢比如我考試嘅，我而家9月20號嘅檢定嘛，檢定那個客家語檢定。然後我又跟他講，老公，我要報名嘅，我要報個咩客家語檢定。佢說，你報馬家一樣，係報海陸嘅，係報私人嘅。我報私人，你係報海豐嘅，冇報私人啊。我都唔會講海豐嘅啊，你有冇講海豐？你講私人嘅啊，佢講佢都為了這個報私人、報海豐嘅檢定，佢都佢講貴嘅，打電話問他，真係貴冇？佢講。直接回家，对不对？好，你不可以叫。知道他知道了，回家了啦。他回家了啦，他回家了啦。开心啊！他开心了。吃饭。你刚手机放在哪里啊？啊？学校。为什么？就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就忘记啊，没有。跟妈妈比较像，
就是比较亲密，比较像朋友。可是跟爸爸就是不会像跟妈妈一样说那么多一大堆的事情，因为跟他讲话，他都用老派的思想。你要不要用手？不要哈。所以妹妹也是习惯用手吃，从小学的。对啊，用手吃有没有比较香？有。这个菜就要用手。你像小时候还会装，看我煮这种菜的时候会先问，还会说啊，今天要用手吃饭了哈。他说，然后爸爸吃的时候都是哎呀，就是给你教到这样子，都是你教的。台湾人都啊？台湾人他说台湾人没有人这样子吃饭。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吧，因为就是会的东西、知道的东西也比别人家多。就是之前就是大家认为说印尼人就是都很黑，然后都会包头嘛。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说，印尼人哪有一些很黑？像我表姐她就比我还白耶。然后印尼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包头，只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才包头这样子。他们就说哦，原来如此哦。所以用手有什么诀窍？有啊，你看，像做饭盆这样子啊，有手要这样子啊，这样子，不能开的。以前我妈喂我们吃饭都这样子，那一盘饭，然后肉拔碎碎，然后坐着一排，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这样喂。以前那小的时候。所以你比较喜欢台湾的料理还是印尼料理？印尼。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好吃。我今天要来智利国小要教英语，就是1年级到3年级。我现在要去教校长室一下，要讨论一些事情。课程上面吗？对啊，因为这学期已经1年级、2年级、3年级，因为印尼语在我们学校算是最多年级的啊，因为包括前导学校到对，我觉得是应该再推广多一点吧，应该是在让人更多人进来啊。对，我听到说1年级有一个转学生刚好转走，对不对？刚刚主任有跟我谈说要不要我们再宣导一下。对啊。好，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新住民语文其实是从108学年度12年国教课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开始实施的。但是在之前还有前导学校，还有教材示范的计划，通通在做新住民语文教学。那目前呢，我们是以全台湾新住民最多的7国，包括越南、印尼、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这样的7国语言来做教学。原则上我们是在新生报到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如果他是旧生在期末的时候就会发调查表，他是跟闽南语、原住民语、客家语一起选，就说孩子或者是家长他喜欢哪一种语别，他就去选，他是放在本土语言课程里面，只要他有兴趣想学的就可以学。以我们学校而言那个1年级今年选的3个都不是新二代，他的父母亲都不是新住民。今天没有下雨，为什么带雨伞？他说因为印尼人就是下雨才会带雨伞，平常不会带雨伞。今天有4堂，就是1年级、2年级、3年级。对。学生大概有几个？没有很多啦，最多就2位。对。这些是你自己做的？对啊，这个课本是教材是教育部的啦，对，它就是教育部会你申请课的话，它就会给你这个。但是这个做这个这个是自己做的，自己从课本里面扫描下来，都是自己在印这样子。做这个比较费工啦，对啊，还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这个他们最吸引他们的。都是一些这个像那个 LINE 里面都是啊，我都下载下来。对，就是
然后抽一个要念一个印语这样子，他们比较有兴趣，他们最爱的这个了。对，一个蓝色的有没有看到？蓝色是八，这个呢？用，等等来，八用，对，这个是慢的，我们要快一点的来。把用，对，把用，很勇敢的勇，对不对？你们觉得玉山很勇敢？很勇敢，为什么很勇敢？因为下雨，它可以挡雨，对不对？帮我们不会淋湿，所以它是很勇敢。可是雨很。以前好像大概10年前有那个国小会当技工啊，成功这种是故事妈妈，还有图书馆帮人家小朋友避暑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想去就是接触这个教书，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我都想，不错啊，把那个我们的印尼文化就是介绍给台湾。以前还没有说现在什么，新住民语言什么东西的。后来我都说，不错，我都做一些简单的小简报啊，都是去班上，然后去我小儿子的班。就是没钱，还有一位老师，他也是常说，你要不要当老师啊？他都叫我们去，就是桃园这边的国小去讲一些那个多元文化，就是这样子来源开始。从那天去当志工啊，小朋友的态度啊，对我都改变啊。然后他们后来又非常喜欢印尼的文化，很爱印尼，都对了，都很爱印尼。我说我有什么那个多元文化的活动、亲子活动，我都会带他参加。他很喜欢，他每次都说我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可以穿我们的那个服装。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印尼人，所以我要学印尼。很棒。我妈妈说我要学印尼文，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回去。觉得汪老师教的喜不喜欢老师？喜欢。会跟我们学印尼文，一起玩。好，一起吃东西。有啊。昨天你跟妈妈讲什么？讲什么？妈妈有教你说什么？讲什么？忘记了。跟我一样。马干对不对？还有呢，会说什么？马干。Terima kasih， 还有。Terima kasih。还有呢？还有sama-sama。sampai jumpa 来。Sampai jumpa。好，sama-sama。好，sampai jumpa。来，来，salim dulu。salim dulu。好，这是打招呼的方式啊，都是跟长辈啊，对。好，知道今天老师要来干嘛吗？谁知道的举手。来。教你们做这个啊，做那个是什么？皮影戏，这个皮影戏哪里来的？谁知道？印尼，对不对？它是叫什么名字？wayang，它是什么做的呢？其实，对，它是牛皮做的哦。为什么要做这个呢？为什么？这里是那个内壢的自立新村，我通常就会去那个台湾蒙雅发展学会，他们主要是辅导新住民的，然后还有那个一些那个新住民的小孩，就是课后辅导来算啦，就是大部分都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子，因为下课完了，妈妈还要上班，都是没地方去，都是会去那边把功课完成。我有时候也是会有会过来当志工，协助他们写功课这样子。来，眼睛还没画好啊！眼睛老师帮你画好不好？来，你要画整个眼睛。对，还有他嘴巴，对。这做是那个印尼的皮影戏，对。我这个是有2个，一个这个是真牛皮做的，这个是因为我刚跟小朋友说我们没有杀羊杀牛，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一样的是牛，但是这个是牛皮纸。然后等一下做完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要教他们怎么演示。为什么要演这个皮影？對。我跳拜哦，我做咗皮影師咧，是因為我
跟我老公诶，我先生诶，我4年诶去皮影戏的博物馆参观嘛。参观哦，看到我妹看到俺有兴趣嘅，哦，俺都比是甲俺睇哦，动態哦，佢講甲皮影戲，甲顏色按正哦，佢講哦，佢都轉來，佢講愛買雜嘅，剛好個博物館嘅愛買嘅按貴嘛，佢講哦唔可以買啦，一轉去做雜嚟好啦，就是用轉去我都網絡看啊，就是按用做成啊，對。做好我都來鋪一上網，所以現在按東北哦，都會有人喊我去，你教人做啦，用份教人做，那個要個咩元素單位，個要個咩講，要個咩做你哋嘅結界，東人呀結界手藝啊，嗱做得去比賽展覽啊，我想創造文化就是一個橋梁啊。就是透過這個文化，你都會認識另外一個地球的人，你就會自己都會做得好朋友安樣型，是說。就是我們就是要分享我們的印尼人的飲食的文化。就是怎麼吃飯啊，這樣子，印尼人都喜歡用手吃飯，所以我們今天想介紹給小朋友。對，我們是同一組的。放下去那個。所以平時上印尼語的課學生就這麼多嗎？平時是沒有那麼多了，但是因為這個是屬於那個多元文化的宣導，所以會整班這樣子，對。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有蝦餅啊，就是通常台灣人就以為是蝦餅是零食嘛，但是我們其實蝦餅不是零食，我們蝦餅就是一道菜，然後雞塊也是可以當一道菜這樣子，就是比較特別的。準備很多哎，做簡報不是1小時2小時做好哎，有時候1、2天呢，因為你要一直想啊，要介紹什麼，介紹乜嘅東西，今天想，煮食的哈，他拜哦忙到2日哎。買食材啊，要一去煮一菜啊，你那東西哈，1人做唔得啦，做不完啦，這個人啊，就是這個是要團體的，就是跟朋友一起這樣子。有時候我又會講我朋友講，你要冇錢呢，你都要來幫忙我，冇，佢就講唔怕，做得啦，一起可以幫忙你啊。為什麼想做？沒錢我會去幫你呢？就是大家都想哦，我們的文化可以。傳承在台灣就覺得很開心，就是台灣人可以接受我們，看見我們這樣子。小孩，老鷹做什麼？老鷹做小雞，對不對？你不要這樣子，做不到。那個是抓娃娃機的娃娃，你知道嗎？所以你為什麼娃娃機很難抓？因為它的爪子是這樣子，這樣子。我們要當什麼？老鷹。好，我們可以開動嘍。他做了。反正他是說他要自己教書，他自己做，我是沒有怎樣講啊。反正他喜歡你就叫你這樣做，他也是要意思，他也本身也是要照顧家庭的這樣，幫忙賺錢的。他有時候就是說耍脾氣啦，想那個我工作一大堆，你就叫我弄，叫我回來就好像大爺一樣這樣晃來晃就不做事。他說：“哎，你去那邊。”做什麼？拿去洗碗啊，什麼地上把它擦一擦啦，所以有時候就會這樣發脾氣這樣。好，在那邊來，這一組先來，誰要發言？很好玩啊，這組呢？啊，你覺得怎麼樣？很好玩，對不對？還有呢？這組呢？來，很有趣，對。下次回去印尼怎麼樣？可以嘗嘗看，對不對？去印尼的時候，來，你來。他賺了不會說很多錢。對啊，對，他每次都說，我跟他說，我教11個學校哦，我賺1個月才多少？啊，你還要做？他說1萬多塊。他說對，還1萬多要賺，你還要做？他說，就是賺很少，但是做到開心啊，都是自己的興趣，因為畢竟我。還是不要幹，我很喜歡教書啊，從以前到現在，因為我媽媽也是老師，然後外公也是啊，還有阿太啊、嘿啊，都很喜歡教書啊，這錢哦蠻多啦，但是其實唔會講
金还支持我了哈。啊？哎，要去哪里？去龙潭会太远吗？你要去哪边？龙潭会太远了。哦，太远了，来去龙潭干嘛？吃牛轧汤。哎，不然去哪？不然呢？不然呢？不然呢？你要去哪边呢？你说他对我不好也还好啦，就是他不理事情了，就会每次都丢给我，这样子我有点想他以后会就是跟我多一点那个商量啊，做一些事情不要自己为主这样子。沟通好像大部分都冇用啦，差唔多啦。溝通來講，佢依做埋誰依做啊，分住依做埋依做啊，我又唔會講依啊，佢說講硬一當音呢都唔會啊。但係溝通呢度其實下巴就會講，東南西洋話，真係唔做些呢度慢唔做埋，唔係喺社灣啊、草田喺呢度啊、市中心啊，係吧？吃飽就讓看電視就唔做些啊。就这样，大部分都这样，沟通还好了，有点小就这样了，摩擦这样。kan kemarin lupa kasih tahu lo. 对呀，你没有跟我说，我忘记了。Gue juga lupa. 对呀，你有突然提醒我，我就忘了。好，刚 Nggak apa-apa, nggak apa. 好，再等一下。Gue udah pesen sama anak buah lo. 哦 ，OK， 先坐一下。哦，这是我朋友的啦，我朋友开的。有时候我会这边，他也是跟我老公蛮熟的哈。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啊，小孩子没有人带啊，我老公都帮他带，你还记得吗，妹妹？头拜膜啦，最近才比较怕我了。头拜膜怕我怎么骂他，给他唔听啦。我怎么讲他也不怕。这几年他好像年纪。他就他改变了，他怕来，他第二个我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样子，现在给他怕来，他怕头拜冇怕，还有个伤嘅冇怕，给他老嘅又怕。美联算是哪里？那个中原大学，对啊。你常来这边吗？对啊，有都是来跟他，然后还有那个朋友，因为我来认识这边是他啦，他带我过来，结果我们在这边碰面，大家都认识的。预算呢要办一些活动啊，就是东南亚美食的，都是也会来这边，对，跟他啦，跟这个跟他我好姐妹啊。她是越南姐妹，对。我叫关美芳。不要跟她讲，不要跟她讲。美芳。但是我住越南，他住在印尼。对啊，他很特别。他说他们什么？我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把我拉，所以我到印尼。我追不上，我追不上他，所以我留在印尼，就变成他跑到印尼，我跑到越南。都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学校，他教印尼，我教越南。他要睡觉，他一定要跟我晚安。晚安。很有心。还有一个也是啊，睡觉要先打电话给我，才可以睡觉的。因为他人缘好嘛，他的人很好。就是对，这个啦，都是对啊，他也是，就是他是我们的他是台湾朋友啦，对，但是他也就是不知道跟他好像都怎么说啊？我们是在教会认识。对。在教会里面，美莲她就很和善。那我自己对于异国美食啊、东南亚文化又特别觉得有好感。那她又是一个料理专家，所以她用食物勾引，所以变成好朋友。但是他们也是因为我做这些
都是多元文化美食，这个是一个团队啦，不是要合作的，就是我会说，哎，在哪里我要宣导文化，要做美食，哎，你要不要来帮我？但是没钱哦，他们说，有时候我会说，有钱都会大家一起分了，没钱我都会跟他们说，他们就会很乐意来帮我，对，就是都是会来帮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好，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啊。学习间接學。ngày theo bay ngày tây ngày chín nhà ngày một máy bay con bòi nghe những con này你一个地方你都温暖的，收温暖的，你都乜嘢都唔是上，你也唔是講袂啊。你後來要上班咗，我唔會，我愛講袂，就是點不講話的。我即眼人個性人很，就是冇乜愛講袂，即冇乜愛朋友，冇朋友啊，冇乜愛朋友，我冇乜愛夾朋友。你嚟到台灣，我知道，完全360度差不多轉變。那个想法啦，那个个性啊，完全，我觉得都是用本讲哈，都是环境啦，环境就是比你这样子的，对。对啊，对，好，他是那个，他名字叫莲花，叶莲花，姓叶啦，姓叶，对。我还没结婚都认识你了哈，20多年哈。那时候我去跟我老公约会都带他去。等那天一定要邀过来啊！可以爆料。男人的唱好像就是也是姐姐也是妈妈，有时候什么事情有开心不开心，我就打电话给他。对。那如果几句话简单的形容美莲是怎样的人？跟他在一起，你就看到好像阳光一样。真的。对，很阳光，正向。然后呢，就是会给我们很好的意见，正向的意见。不管你难过或者开心，就是像一个我可以依靠他一样。虽然就是说你很乐观热情，但是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要分享的东西。那对于不公不义的东西，你也有勇气去表达去说。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新住民在台湾有时候相对弱势，但是并表示弱势就要被践踏。那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你就很勇敢的活出你想要的东西，寻找你想要的东西。对于不公不义，或者说受委屈的时候，你也会去委婉表达，去说清楚。我觉得美莲好棒，他很会做什么都很会。然后呢，我们2个人说什么我们要努力，在台湾我们不容易，可是我跟美莲没有放弃。我觉得他养大我朋友，养我家。刚开始要适应，大家都会遇到。对啊，大家都会遇到的，但是过那个过程啊，都已经麻掉了。人家说习惯了，就是好不好也是吞下去。人家不是说吞下去啦，就是怎么说包容啦，对啦，就是已经习惯了哈。好了。这个时间老公还在睡觉。对啊，他等一下10点要上班，他有睡比较晚。所以他通常不吃早餐的。有啊，等一下我们会放在桌上那边，他自己会吃啊。对啊。他不太爱吃这样子的，他比较喜欢吃那种什么中式的啊，萝卜糕啦，什么东西的。我以前早餐店做过啊，做2年，他还小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所以我女儿说我做早餐手脚很快。像这个是我们印尼的啊，都是奶油啊，擦吐司，然后上面撒一点砂糖，他们很喜欢。他每次都很自豪的跟我说，他跟我说，我来台湾的时候都一个人，然后生你们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朋友，然后就一个人带你们，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学中文，这样子。
这个我妹妹最爱的，然后呢放一点没哈，包这个她最喜欢吃的。放小黄瓜。哎，放小黄瓜，我不知道她自己发明的。那今天星期天，等一下你们要去哪里？要去教会啊，教会10点，等下我们要走路去。直接。我们走这边。以前都是来上班，觉得有一点后悔啊，为什么我要来这边上班？然后语言路不通，然后人家就会瞧不起你这样子的念头。曾经都是睡不着，然后看到那个高高的楼，就是大概7层5层楼，我都一看下去，我一直想往下跳这样子的，用那种概念，然后那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久了，你压力变大了，然后像应该是忧郁症嘛哈，开始有幻想那一种，有人会听到人家跟你讲话这样子。然后我有一天，因为以前工作也没有很自由，是出去嘛，我都问我朋友，我打电话问他，我说，哎，我很想去教会，我说哈，朋友说，哎，有啊，哪里有教会，他都带我去那个印尼的教会，我就去都3个月的，我跟牧师走，我说我要受死，牧师说啊，真的吗？那么快？他说，对，结果呢，我都去到教会开始那天晚上，我回去都很好睡。慢慢那种听的声音都没有听到。宣召奉父子圣灵的名，在主日早晨，我们同心敬拜。主在圣殿。让妈妈就是不会有那种悲观的想法，就是很正向，然后也充满了信心这样。其实我以前坦白说，我真是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哈，我真的这个家庭我带不下去，很难，我觉得我很难熬过去。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让我很多鼓励。因为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说，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放弃，你知道吗？这个神的恩典已经要充满你了。那时候已经的话，不是说我一定要得到的，但是我一定要得到，但是我经过那个已经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怎么说啊，蛮辛苦的。我小孩子每次说，还好你有信基督，因为异国婚姻真是本来就是2个有时候想法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对我们。虽然你说我多辛苦，我也不知道我多辛苦，但是我觉得目前我对我的生活我很满足。Gue pakai mana saya? Kamu pakai ini? Mana pakai gimana? Tapi nggak bawa itu ya, lupa bawa itu. Topinya ya? Kayak gini. Kamu mau pakai sarung nggak? Bukan ini, bukan begini. Pakai sarungnya mana Bu? Ini sih begini. Pakai sarung lah. Ini ya bisa jatuh terbang itu. Cuma dia kan ini kan masih kondek, kencil, masih perawan loh, lu pertama pakai ya, bawa ya. 对啊，这个是雅加达的。不用，这样子。啊？我没有带来那个就整套的，他们说不要穿整套的，所以我没有带来。为什么他要特别穿整套？因为这个新的我要介绍给他们，因为下去我们要表演的服装。对啊，新的。
年都台湾都会办一个那个国际移民日啊，因为12月8号是国际移民日吧？全台湾的县市都有啊，有被办啊。我已经好像参加过5次了，就是每年的主题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也不太怎么说哈，就是想大家看见我们印尼吧，看见我们。就是因为桃园这边就是像我们印尼的小团体比较少一点，摩哈多这样子，所以他们很愿意配合，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你们确定要参加吗？被我们排好，等一下说我要表演的时候，我不能参加那个队，我都会改对，我们没有参加。我们是要表演的12月10号、12号，礼拜6。对，所以想一下，要不要一起表演？表演啦，不是比赛啦，国际移民日啊！好，所以决定了哈，你们要表演，我把你们名字报上去。OK， 好的，加油！还有抖音哦。好，还有抖音。来，等一下啦。好，你想吗？等一下。我就是说，以前呢，我要回去的时候，他买给我礼物，我问他还记得吗？所以这里就是你们以前约会的地方。不是约会的，我要回去的时候啊，他给我一份礼物，买了470块。就第一次你要回那个来台湾，然后要回去。对，我不工作回去了，对。在台湾，我找到我自己。虽然说我没有豪宅可以住，我没有豪车可以坐，但是对我生活，我觉得我蛮满足。我可以发挥自己。有时候都是人家问我，你觉得台湾好不好呢？印尼好不好？我说两边都很好，印尼也很好，因为毕竟我在那边住28年，然后台湾我今年有成家20年。但是我说，我台湾是我一个责任，就是我有一个老公爱我的，还有呢。就是我有责任，都是抚养我的小孩这样子。台湾是你的家。对，台湾就是我的家。然后谢谢我感谢，都是有你，也有你可陪伴我这样。真的吗？真的。哈。Semoga corona cepat pergi.Anakku bisa pulang Indonesia lihat orang tua. Mami, 我爱你，谢谢你辛苦把我们养大，祝你身体健康，可以平平安安的把我们带大。妈妈，你辛苦了，但以后不要一直骂我，我会更努力爱你的。我现在衷心的感谢你对家里付出的一切，我是衷心的很爱你的。老婆，我爱你哦。